大神也提起咱兄弟先甲迄个行动电话转甲静音。当时间已经到，请咱三甲备办心来做礼拜，请走吧。恁着感谢耶和华，因为伊是好，因为伊的慈爱永远伫地。愿以色列讲，伊的慈爱永远伫地；愿阿伦的家讲，伊的慈爱永远伫地；愿敬畏耶和华的人讲，伊的慈爱永远伫地。大家来吟圣诗《阿罗上帝》，圣诗第181首，请大家徛起来。请由愿徛伫用主教是咱的祈祷文来祈祷。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伫食，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日食今日予阮，赦免阮的过犯，亲像阮也赦免过阮的人。无伫带我入着市，着救阮脱离个歹。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所有，代代无尽。阿门。大家用使徒圣经来做咱的信仰告别。我是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7日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人来受苦。定是伫地死，埋葬落阴府。第3日对死人中高活，上天，
打坐全日个爬上帝大边，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是信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信道的相通，做下列肉体过我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启应，请咱三个掀开信息后面启应文第6篇。伊个信息的后面1005面，启应文第6篇实际也是诗篇第16篇。上帝啊，求你保护我。我捌对上主讲，你是我的主。地上的信徒实在真尊贵。做声，去对别个心灵的人，一定加添痛苦。我毋参与因的限制。上主，你是我的产业，我的福杯。你将清水的土地分予我。我要称赞教是我的上主。我不时感受上主的同在。所以我的心欢喜，我的心快乐。因为你袂甲我放杀伫阴间。做声，你会指示我人生的道路。伫你面前，我有满满的欢喜。请咱三家同心来祈祷。创造宇宙万物，搁掌管历史的主宰，听阮的主上帝，阮感谢你。主啊，感谢你伫你主日的早起时，你带领阮望阮的众兄弟来到你的圣殿来敬拜你。主啊，这是你极大的恩典，你丰盛的恩典，你的怜悯。主啊，阮感谢你。主啊，阮知影阮的性命是你所赏赐。敬畏耶和华是在目的开始。主，求你时常提醒阮敬畏你，将你的话语成做阮下前的灯，路周的光。主啊，搁就信心时常来提醒阮，教示阮，导致阮内心的深处有污秽，若是有垃圾、有过失，主啊，求你光照阮。通伫你的面前认罪悔改，也求主耶稣基督伫个十字架顶的宝血也砍阮，救赎阮，脱离罪恶，跑走天路。当有一天，阮甲你三甲见面的时阵，就得到你的报赏，你的悦纳。主啊，过来端午节连假过了，天气渐渐热，进入着暑假。像是主日青少年团体有准备下季的夏令营，以及生活营，以及其他各团体种种的活动。主啊，阮求你施恩怜悯。保守带领
遮个活动拢通顺遂，伊也纪念参与的同工，伫个即个过程当中，互你的福音搁较广传，伫互南门教会所徛起的即个社区，阮会通搁较见证你的圣尊名。主啊，阮也特别照念今日无法度甲阮三甲做伙敬拜你的，伫个病痛中的兄姐，也是主啊，种种原因无法度伫个主日三甲来敬拜伊的兄弟姊妹。主啊，求你的灵永远感恩伫咧，你亲身来扶持伊。帮助因带领因的脚步。主啊，今日是承德圣经学院的纪念主日，我感谢你找遣院长阮介明牧师来到阮的中间，要开贴你的话，暂时也请安。主啊，求你本身来保守即个。用你的名所设立的学院，伫个承德即个地区，因所办的种种的活动、灵修的讲座等等，拢会当利益正兄姐。主啊，阮将今日的礼拜，恭恭敬敬交托伫你的手中，不管阮的赞美、祈祷。强读你的话，也是牧师的正道，主啊，拢通诚做芳芳的坐，得到你的悦纳。礼拜头到尾，拢仰望伫你的手中，真正是立个正人，搁荣耀你的名。阮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来求，阿门。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恳求你听阮求，下面要请本堂圣歌队赞美，虽然行过死荫的山谷。
感谢圣歌队的赞美。参加来共读上帝的话，记载伫个圣经新约以弗所人书第3章第7节到11节。台语的汉字本伫个新约220面。以弗所人书第3章第7节。我做即个福音的车用，照上帝恩典的赏赐，就是照伊的权能所运行来赏赐我的。我是正信道中上第一世，得到即个恩典赏赐我，通将基督为得切都伫个富有传互外邦，也互众人来拢明白，即个奥妙是怎样安排，就是历代以来。藏目伫造万物的上帝第10节，当要对教会，互伫天里遮会办正事的有权能的，在上帝百般的智慧，照伊伫咱的主耶稣基督所定着万代的旨意。下面正道要请阮介明牧师将布有传互人。敬听的张牧师，在座的中级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予我今仔日通过牧师同工的安排，予我代表圣经含义来请安。这是一个恩典，领受恩典的人爱会晓回应。所以感谢上帝，予咱南门教会伫过去这学期，对4月、5月到第7月这学期结束进前，咱有3摆。是南门教会会提供的讲座，伫圣经学院来举办。伫这举办的过程中间，有真侪同工感觉讲，这是听的教会支持奉献。所以我今日用这段保罗写予以弗所教会的批信，是伊对上帝所领受迄个丰富，嘛通过教育、通过写作服务来影响兄弟姊妹。特别分享上帝话语进前，邀请兄弟姊妹咱去做伙一遍来感谢。主你的富有超过阮所想会到，上帝你家己的丰富，超过阮生命中间的快乐，祝福阮今日领受，愿上帝你的神光照伫阮的头前，祈祷感恩，奉靠大人君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拄则我讲，咱南门教会小会有提供一个奉献。支持圣经学院来办3场的讲座，第一场是4月22到23，用后现代讲道的再思。咱知影讲，伫今仔日的时代，时间是破碎的，有的人甚至是心灵是破碎的，甚至有可能家庭生活真侪方面拢是破碎的。破碎的心，破碎的人，需要有上帝医治的话，所以咱有办这个讲座，通过来参加的同工，通过教导的曾信德牧师来帮助兄弟姊妹，通过圣经上帝的话，安怎来互上帝的话，真做医治的，互心灵破碎，也是伫生命中间需要得到医治的，拢真好的鼓励。第2场是差不多2礼拜前，5月27到28，是用爱人如己，是认捌家己，认捌家己过去的成长，搁较灵性。一般咱拢甲属灵的代志、信仰的代志。是一项，生活世俗的代志是一项，总是灵性甲世间的生活是互动的。咱有上帝的话，真做咱生命的基础，佮加上伫咱伫生活中间的经验、生命的成长，继续长大，行伫迄个属灵的世界。所以伫属灵的世界甲上帝的话中间，咱伫生活的经验，通过即个较属伫灵性智商的胡瑞芝老师的带领。互真侪兄弟姊妹伫遐得到真好的造就，所以伫迄边的课程结束了后，有一位同工讲留伫学校，伫学校伫祈祷，伫学校伫散步。我看伊1点钟过啊，2点钟过遐，然后咧时间到，伊讲慢慢啊煞要离开。我甲伊问伊讲是安怎样，有啥物代志吼？啊，互你伫学校内底有啥物个甲关心？伊甲我讲吼，听这讲课。互伊的心足大的激励，
一来是感谢上帝，二来嘛感谢圣经学院甲咱南门教会的支持，所以互伊体会到伫遮课程对伊的生命会重新开展。所以整理好之后，伊个踏出圣经学院，要搁继续服侍。所以种自我的人物，通过帮赞得到成长，通过上帝的话来得到开展。所以，互同工会当踏出圣经学院的时阵，是再重新出发，是迄种真正要去听上帝的囝子，爱人如己。所以这是拄啊2礼拜前所发生的代志。后个月7月22到23是宣道有方。这个陈义慧老师是进前台湾新学院，嘛是台南新学院的教授，伊是新约学的。如果咱也在座同工捌会记台上有一个老师叫邓开福，一个对迄种南非伊是欧洲荷兰改革中的传统。这个邓开福老师伊学问足百，这个陈义慧老师甲伊旗鼓相当，拢是伫圣经学顶悬足有丰富的，毋也是知识丰富的知识，佮较是生命的淬炼。这个陈老师。捌伫台湾、伫新加坡，伊本身是新加坡人，伊捌伫英国、捌伫美国讲学过，所以今年咱拢有去邀请伊来。伊退休，伊真欢喜来台湾。伊感觉讲伫台湾教会的支持，即种的神学教育、信徒的造就，是帮助人迄个神学的视野，透过圣经得到很大的祝福。也要讲河洛话、福建话，伊嘛也要讲当然英语、甲北京话拢会懂。所以伊的经验不加丰富，伊即边要对路加福音、甲使徒行传来传讲，来帮助咱伫今仔日要传扬福音。所以咱看到咱的教会，特别咱南门教会，我今日透早看到第1场，咱的教会青年因暑假要去到嘉义，伫迄个偏僻庄卡的所在，要伫遐来分享福音，伫一间小的学校，要伫遐来将咱伫台北。体会到上帝丰富，然后咱教会支持，要去到伫南部，也来分享。我知迄个教会，因为进前迄个传教者拢有熟悉，所以知迄教会是足弱小，总是通过咱的关心的时阵，无有弱小的教会，是有丰富的教会。所以期待咱做遮个真水好的见证的时阵，是要互人当得到福音。后礼拜咱搁较看到牧师同工做伙努力，要做伙伫即个。2年前所发生伫加州的迄个枪击事件，咱的牧师以及即个过往的即个陈医师，我相信迄是一种伫见证的内底看到信仰的人有疼心、有智慧，佮较有勇气。有疼心，咱拢共款；有智慧，咱嘛拢差无偌济。但是有勇气，甲为着福音来行出来做见证，迄就是将丰富。传互人，所以咱嘛将即个丰富，用咱的歌声，用咱的音乐，用咱的见证，要报人知，即个听是咱南门教会，咱嘛是智慧的教会，咱嘛是有勇气的教会，继续伫即个时代做福音的见证。所以将丰富传互人，这是耶稣的信息，嘛是保罗经验，嘛是伫今仔日即个时代教会所需要的。特别是基督徒所需要的。我看到咱拄则所读的圣经的时阵，我一个感动。我看到第一个圣歌队行出来，薛伯赞牧师，我的老师。我嘛看到怡婷伫神学院的时阵是同学，伊读音乐系，阮是伫倒数。我伫毕业了后，甲我影响上大是1986年班的，咱的牧师苏进财牧师、王英昌牧师。伫树林教会苦行道牧师，因遮1986年班的足杰出、足优秀，影响阮遮的学弟。所以伫遮的传统内底，这就是上帝的丰富，伫万代一代搁传接一代。我看到吴长老伊的囝婿陈建廷牧师，我伫新学院的时阵，我甲伊有互动，伊前无偌久嘛来圣经学院住一暗，遮搁下一辈少年辈的牧者，真认真、真努力伫台中中会，因为我嘛是属伫台中中会，伊伫大道教会认真伫做工，大家拢有目共睹。这就是一代传接一代，
这嘛是咱的教会福音内底，这是上帝特别的恩赐。上帝特别的恩赐，通过伫遮影响内底，咱拢诚做福音的萝卜。但是福音的萝卜毋是加一赞，是代表讲我有力才会当做萝卜。你做爸爸妈妈，你有力，你才会当照顾你的囡仔。咱有力，咱会当支持咱的教会的少年团契去家己伫迄个本基湖的下底光华教会。迄个教会是真细间，但是当咱大甲细做伙时阵，是展现出咱互相连结。所以这是一个特权，咱有一个特权，咱会当分享福音。咱叫这少年人伫咱的团城内底，互因会当勇气出去。我会在第一场参加礼拜时，看到遐青年人，因无论是用乐器，还是用歌声，用分享因嘴所发出的声音。拢代表一种特权，一般特权大家拢爱。特权是啥？你袂当我会使，我会当畅通无阻，迄是为着利己。但是基督徒的特权是利他，互别人甲咱做伙享受上帝丰富。所以我拄则讲的，迄个东港伫咱支持的即个讲座了后，伊伫遐整理好自己了后，我看到伊的面是带笑容，有勇气，佮继续向前行。因为伫教会侍奉，伫社区的环境内底，咱的教会常常伫即个时代爱做迄个光。虽然所做的微不足道，但是咱拢知影，咱努力在做的时阵，就是将福音甲别人做见证，将上帝奥妙的计划，伫过去到伫现在，嘛到伫将来。我就会记得我细汉，我的爸爸伫恒春教会伫牧会，对台北来的遐大哥哥大姐姐们来到恒春即个庄卡的所在，甲阮讲分享福音，带阮佚佗讲故事，教阮英语，教阮分享因的生命的经验。后来拢开阔阮的眼界，讲哇，对台北来遮的哥哥姐姐们对阮的影响。期待咱南门教会兄弟姊妹，遮青年去甲伫家己的时阵，有一天家己遐个国小的囡仔，有一天来到台北的时阵，我会记起从台北来的大哥哥大姐姐们如何影响我们。这是旧的故事，但是新的启发，是以前就有，到伫今仔日，永远阁继续有。所以即个旨意，上帝旨意一代搁一代，咱的教会伫过去到伫现在，咱就是阁继续咧讲遮个最好的故事。所以这是咱的生活的方式，是信仰的方式。法国有一个哲学家，这叫做阿朵，伊讲古代哲学是一种生活方式，因为是一种哲学思考，安怎想、安怎讲、安怎做，较是符合逻辑的。但是对基督徒来讲，圣经是一个生活的方式，上帝的话来帮助咱，互咱会当无相款的眼光，无相款的价值观，也帮助咱会当伫今仔日这个时代内底，咱要安怎来过生活。所以保罗在写这的时阵，伊体会到上帝国的丰富，因为伊过去是一个受犹太传统的，遐个律法的经典、摩西五经，遮个律例。才会做人处事宗教爱有的行为，才会社会结构。伫摩西五经内底有洋洋洒洒，即种的典章律例很重要。保罗伊学，伊嘛知讲智慧的文学，才会水的美学的，它会让我们的心不一样。所以咱需要通过诗、读诗、写诗、练诗，咱通过诗才会文学的水。来造就，阁有先知所讲的话，带予国家、带予个人、以色列人因的生命、民族的方向。所以这拢是叫做犹太传统。无论是过去的摩西的律例，或者是文学的水，和犹太人迄种心灵的美，到伫未来国家民族的方向，这拢真重要。但是有一个更较重要是，保罗将这传统。看做宝，但是当伊拄着耶稣基督了后，伊讲基督福音才是生命的方向。基督福音才帮助伊规个倒头饼来讲 upside down。伫迄个规个原来掠准讲犹太传统上重要，但是发现耶稣基督福音才是伊生命的动力。所以迄种的丰富，伊要甲以弗所的兄弟姊妹
甲因报互因知。保罗提出讲，这犹太传统、律例、文学，互咱看到水美学。咱台湾人甲世界人拢共款，咱拢真爱水。迄个水是心灵的水，搁较是智慧的水。当一个人有丰富的智慧的时阵，伊知影咱讲叫做知书达理，伊知影安怎来过生活，互迄种的高尚，搁介高尚，互迄个群体，因为咱有搁较侪水，迄种的群体之美，是组织性的，搁较是迄种性命应该爱影响对着别人的影响。所以，即种的生活方式是保罗对以弗所的提醒。所以，当咱的教会在做这个工课，无论是后礼拜的音乐的见证、安慰人，对于福尔摩沙来的这天使使者，咱后礼拜咱就加做即种宣扬福音的使者，要报人知一个福音的听动力，才咱会当过该有的即个生活方式。所以，这是咱在做。其实，咱就在回应保罗对以弗所教会的提醒。迄个以弗所教会伫希腊文化的影响，搁伫罗马政治的影响下底，大家人拢在拼的是拼社会，啥物人较聪明，拼世界应该爱有的权柄，啥物会是上介好的。前无偌久，我用一寡同工做伙，同工的家庭的囡仔读台湾大学的医学系大一。台湾大学已经真好啊，医学系哇，搁较好。医学系因班100几个同学，因咧讲的时阵，讲着讲，阮班上有一个同学吼，无第一名，所以就办休学啊。台湾大学医学系无读第一名，因为安尼，所以就安怎休学。我就咧讲啊无，恁班100几个人，啊无伊读第几名？伊讲保证有前5名啦。对细汉就是第一名，到伫大第一学期无第一名，无爱读啊，失败挫折。对咱来讲，4名中间啥会是上好的？第一名是上好的，第一名是出人头地，当然这拢真好。但是人生有当时啊，跋一倒嘛是真好。学习会晓对跋倒的时阵，较会当贴近地面，较会当对涂骹搁爬起来，搁看到无相款的眼光。保罗嘛是第一名上好，但是伊捌跋一倒，伊经验着讲，当伊跋一倒的时阵，学着甲上帝的关系愈亲近，得到跋一倒的机会，伊会当伫遐来反省、来体会啥物会是上介好的。耶稣甲提醒，伊嘛提醒以弗所的兄弟姊妹。这种不断地提醒、向前行、修正家己生命的经验，这是一种生活方式。所以，当保罗在讲这了，伊甲讲，毋是安尼就好，该个向前看，有望。这个望是对耶稣基督福音对伊的影响，伊嘛望以弗所教会兄弟姊妹影响别人。这种疼上帝、疼人，真做咱教会的组织，这嘛是咱共同的生活方式。所以，咱疼上帝嘛疼人。带互人有望，咱后礼拜是，后个月嘛是，咱包括伫圣经学院所做工嘛是，带互来圣经学院上课的兄弟姊妹有望，有新的眼光。所以咱的教会所做的工，毋掠伫咱的教会，嘛到伫新竹，嘛到伫家己，甚至影响搁较开阔。今日第一场礼拜的司琴的同工，对新加坡转来，明仔载就要搁转去啊。伊嘛参与伫服侍内底，这就是咱教会最好的感情。有限的时间回到教会，也抓紧机会来服侍。何等的水，这就是丰富，将丰富分享互别人，这就是听的生活，是分享耶稣基督的见证。所以保罗知影讲，这个福音毋是犹太的传统，是伊生命的改变。所以这个福音是对外邦人的分享。嘛是伊的使命，所以接到这种的恩典体会了，伊嘛甲别人分享。所以这个命令是伊的职分，虽然是罗布的职分，却是通过伊所做的工来见证伊所经验到迄种足写克、足恩典的经验。所以福音甲伊的工作无分别。兄弟姊妹，咱的工作、咱的生活嘛甲福音连结。
互咱所连接的是有上帝的话，迄个智慧的话、听的话，带互人勇气、有愿望的话，这是咱的教会继续伫即个时代做干净。所以你的积分是啥物？毋是讲一定读过神学院，较叫做福音的采用，是每一个领受着上帝话语的甘甜，你个愿意来支持、关心、鼓励，为着咱的青年，鼓励因做要紧的工，鼓励咱的教会青年，同工车派到伫台中大道教会伫做工，迄就是咱南门教会的参与。所以说派出去、鼓励出去的，拢无失因积分，就是诚做福音的采用，伫生活工作最好的见证。所以这是一项。所以保罗伫遮就讲到一个讲，伊伫台语圣经所讲的讲，上帝一世微小的身份，上帝一世，毋是上大的，毋是第一名的，是上帝一世。迄种微小的身份来参与丰富的奥妙，丰富的奥妙讲袂煞。但是保罗马上讲，有一个足重要的，有形的呼召，甲无形的呼召。有形的呼召是上帝呼召彼得甲伊的同学，即种军队耶稣的，这是看会到的。但是另外一种是亲像保罗佮初代教会这信徒，是耶稣呼召，虽然无甲耶稣做伙做师徒关系 mentor， 我就会记哩，四牧师有一遍。我研二的时阵，伊甲我讲派去一间教会，迄间教会叫做桃园迦南教会。我对迄阵的总会议长陈道雄牧师对伊边仔学习一个牧师嘛做总会议长，安怎来伫教会侍奉，互伊真好势，佮总会事工做了真好势。当牧师派我去甲迦南教会伫遐实习的时阵。伫遐学习1年，无够个1年、2年，所以伫一种有形的呼召，但是被无形的力量给感动，知影讲安怎来参与伫这个教会的侍奉。当时迄个教会是伫做三福训练，三福的福音运动的训练，所以我伫遐嘛看到真侪信徒伫遐得到造就，会当甲人讲见证，带人信主。当我第一遍看到讲，哇，迄边信徒通过训练了，带人信主，我是。牧师的囡仔呢，伫细汉到大汉，就伫教会大汉，伫教会内底真好势，但是要甲外口人讲福音，哇，那个很不容易。所以通过这种的训练了后，大家人拢会当讲见证，大家人拢会当甲人分享圣经对伊的影响。保罗是，彼得嘛是，拢受着即款的训练。今日咱的教会嘛有关伫福音的使命，伫上帝的话语顶悬，无论身份。咱拢做伙接受耶稣基督的呼召，要继续用诗歌，用咱所准备的来做见证，将咱紫微神的身份，但是将丰富的福音，即内底的奥妙讲出来，这就是一代传接一代，佮继续在做。你看 PPT， 我特别甲迄个微小身份，甲用较粗的色，微小的身份，彼得伊嘛是微小的身份。虽然伊是直接互耶稣呼召，伊的身份互人认同。保罗伊无直接互耶稣呼召，但是间接，但是就算是伊的身份，人讲你也无跟对耶稣过啊，伊甲讲这身份无重要，上界重要就是有做见证无，有食做福音的使者无，这才是要爱有的。迄个标准是伫遐，是诚做福音的使者，用你的喙。所讲的话，用你的行动来做见证，伫你较大的所在，才做福音的使者。所以保罗无因为讲彼得因有对耶稣过，做伙生活学习过，我无，我个会改在，没有，都一样，咱拢诚做福音的使者。这就是咱共同对保罗所学到，上帝一世无要紧，咱毋是要看迄个第一名，是要看的是丰富即个奥秘。这个丰富的奥秘是保罗知，这要互外邦的世界，犹太人的世界有过去的传统，嘛有未来发展。总是保罗受到的使命，就是将甲外口人出来外面讲，咱台湾话讲出来外口讲，开玩笑吼，咱若讲出来外口讲是要创啥？
对无？啊，毋过咱出来外口讲，去家己讲，要甲人讲福音。咱派咱的教会的青年，伫牧会，伫台中出去到伫台中，甲人讲福音，迄就是诚做外邦的使徒，互外邦人抑阁无听见福音的，互因听见。咱要派家己去，互遐庄卡的国小的囡仔听到福音的影响。所以，这个丰富的奥秘，就是咱今仔日在做的工。保罗伊嘛安尼甲教会讲，伊嘛是诚做福音的使徒。咱嘛亲像保罗共款，诚做福音的使徒，将迄个恩典、迄个宝贵的宝藏，伫耶稣基督内面的宝藏，甲拍开，互别人听见。所以，这个丰富咱有经验着，但是绝对毋是要去比。啊，阮教会较大间，恁教会较细间，阮较侪人才，恁较无人才，阮较有智慧 ，IQ、EQ 拢较好，恁较无好，所以阮来甲你斗相共，毋尔是斗相共，是咱做伙成长。对台北去甲家己，从台北看天下，囡仔的性命会开阔，因会看到讲，毋是城乡差距，是看到讲爱要流动，要互相流通。是接受创造万有者，上帝丰富伫台北咱的教会，上帝丰富咱嘛带甲家己伫台中伫新竹，咱做伙来共同享受上帝创造万有。相信嘛，因为有这，所以咱才会当撒动帮助别人，互因会当得到光。咱亲像光，因为保罗互耶稣光照。彼得嘛捌互耶稣影响，咱今日嘛做这个影响的工，这个影响的工，你今日就咧做，后礼拜、后个月，咱拢会阁继续在做，这就是咱使徒的积分。所以这种的积分是互人看到这个水好的。我要邀请咱大家来读一个诗人所写的诗吼，泰戈尔，伊所写的诗，咱因为翻译是用北京话啦，咱做伙用北京话做伙来读，来，请你。请把你活成一道光，因为你不知道谁会借着你的光走出黑暗。请保持你心中的良善，因为你不知道谁会借着你的良善走出绝望。请保持你心中的信仰，因为你不知道谁会借着你的信仰走出迷惘。愿我们每一个人都活成一道光，绽放你所有的美好。这个印度的诗人，这个世界的文学家，伊讲，请将你的生活变做一个光，一道光。因为你毋知影，你这个光会当影响别人，影响什么人，行出黑暗。请将你心中的迄个良善 goodness 挖出来。因为你毋知影你的良善所带出来的温度，会互人行出迄个绝望。今仔这个时代，偌侪人绝望，绝望的人，就是因为无有人关心，无有人的善良，无有人的好去影响伊，无感受到温度的人，有可能伊个选择离开世界。所以，种走出绝望，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因为基督徒拢有温度。咱的温度就是要通过咱的善良、咱的上帝形象来影响。这诗人阁继续讲，请保持你心中的信仰，迄个价值观，因为你毋知影你即个价值观对上帝来即个信仰，会当帮助别人走出迷惘。真侪人毋知影要行迄块，真侪人的生命无方向，总是咱的生命的方向知影，你的确爱引带别人，帮助别人走出迷惘。所以兄弟姊妹，愿咱每一个人拢活成一道光，绽放我们生命的美好。感谢上帝，当我对透早一入来，牧师甲我分享了后，我看到咱对透早青年，拄则咱10点15分，咱的圣歌队伫遮翕相，为着后礼拜的事工，咱要甲人分享，做一个宣传。这个宣传，咱拢知影，毋是咧宣传咱的圣歌队，哇，真好。更较重要是后壁背后，伫咱心灵内底，迄个一道光绽放所有的美好，迄是上重要。这个绽放生命的美好，这是诗人伊通过写诗来提醒。伊用这种的方式，
就是亲像保罗在讲迄种百般的智慧，咱逐个人的智慧无相款，总是用咱所领受到的智慧来讲出迄个永远的旨意。即个永远的旨意对犹太人的传统，因感觉上帝互咱犹太人上智慧，上帝互咱基督徒就有智慧有疼心，但是绝对毋是区域限制的，不是独占事业，毋是讲上帝智慧拄伫咱的身躯尔定。我们不独占智慧，也不自以为意，更不自傲。犹太人是安尼，所以咱看到因看别人，你若对我歹，我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所以到今仔日，以色列甲巴勒斯坦还阁伫遐咧拍，迄种拄仔看到家己，无看到需要，迄是诚做性命的问题。总是咱会当知影，这就是伫犹太传统到伫今仔日，咱诚做基督徒，咱知影上帝的丰富是咱要来讲的，要来做，要来分享的，毋是为着利己，是为着别人利他。所以，这诫命、这律法、这过去的、这信用的物件，拢是足有智慧的。包括历史文学，包括这先知君王，因这真水的见证，这是拢在讲永远的旨意，毋是在笑脸人，是在讲上帝的心，毋是在讲所罗门偌有智慧，伊的老爸大卫偌有勇气，嘛毋是在讲先知的律法。先知所写这国家民族的方向，拢毋是拄仔遐看会到尔定，是咧讲看袂到的。咱在做的工是咧讲看袂到的，所以看袂到的对犹太地区到撒玛利亚，直到世界，咱带咱的囡仔，帮助因去开阔即个世界，互因知上帝丰富的奥妙，是要通过咱带出去来去看到。我伫圣经学院遮几年，拄则我甲牧师分享，已经进入后个月了，就进入第10年啊。伫9年来，阮看到讲有一个足重要的。我每一工伫圣经学院若出入的时阵，我拢祈祷上帝讲，愿你的旨意得成伫圣经学院，亲像伫天里；愿上帝旨意得成伫你的家庭、伫你的公司、伫你徛起的所在，亲像伫天里。所以这是我的祈祷。我期待通过咱南门教会的支持鼓励，愿上帝旨意得成伫圣经学院。所以这种的福音的使命是继续不断的，要伫无相款的区域，正人来宣扬，互上帝这久长的话超过时间空间，互这话语比咱个人搁较重要，比咱有限的理解的人脉搁较丰富。所以这款的丰富真奥妙，一项一项在讲。所以，当我伫咧上课的时阵，甲因讲，即边的课程是咱南门教会支持，咱为着南门教会的奉献感谢，愿上帝祝福即个教会，搁较祝福每一个领受的人。所以，这个丰富是不断的往前连接到永恒，不断的继续到天地都在上帝的国里面。所以，咱会当看到讲，这是足重要。但是，一般的人讲，我做足重要的工是要乒乓家己，但是咱是要见证上帝。乒乓骄傲会陷入比较，台湾人足爱比的吼。咱台湾话讲，人比人，气死人。哦，所以种人比人是计较、比较。但是咱知影讲，迄个最好是一个幸福，这个幸福是倚靠上帝的心意，这个计划嘛是咱计划。互即个事工做了搁较好，计划较好，比计较搁较好。上帝赏赐互咱，毋是要互咱伫遐互相比较，是要互咱体会到，我知影上帝丰富，你嘛经验到上帝丰富，咱共同做伙知影即个恩典，这才是永恒的旨意。第三项，我要用最近拄过身去的神学家叫莫特曼，几工前伊过身99岁。伊伫少年的时阵参加德国的军队，伫2次世界大战战败了，伊才做囚犯，变做互人俘虏。伊拐伫家港的时阵，伊足失望的。德国本来伫讲的迄个国家，迄个目标，伫希特勒、伫纳粹党的下底，因期待是啥物？但是今仔日失望啊！
但是伫家教内底，通过读圣经，通过祈祷，互伊对失望、人生有愿望，所以伊是盼望神学。即个老师，即个神学家，伊伫写伊的神学的著作的时阵，其中有一段我甲大家大家分享，真歹势，我用北京话来读吼。当我爱上帝时，我爱身体的美妙，运动的韵律，眼睛的闪耀，拥抱、感觉、香气，千变万化的创造的声音。当我爱你时，我的上帝，我想要拥抱这一切，因为我以我的感官，在你的爱之创造里来爱你，在与我会遇的万物中，你正等待着我。所以，迄是一种超过有限的空间来敬拜。伊个继续写，但是你却在外面，在我之外，怂恿我走出内心的狭隘，而进入热爱生命的开阔之处。因此，我从我自己走出来，在我的感官中发现了我的灵魂，在别人中发现了我自己。意思就是参悟伫上帝创造内底，看到人经验到上帝对伊生命、对伊灵魂的理解。最后一个写讲：当我越爱上帝时，我越能欢喜地活着；当我越能直接而全然地活着时，我越能体验到上帝。他是生命不可穷尽的泉源，而永远活着。上帝是迄个永不穷尽的，迄个泉源，迄个泉源是会当互人生命有活力，会当腰、喙焦得到帮助。所以这种的永远活着，就是盼望，这就是互咱看到迄个生命方向。保罗对以弗所教会的提醒，毋是单提醒尔，佮讲方向愿望。莫特曼嘛，甲咱讲方向愿望，这就是上帝丰富，要继续还予别人。最后，愿上帝祝福咱，通过圣经遮丰富的话，遮奥妙、遮奥秘、遮奥妙，上帝计划好的，咱做伙一步一步去担着。最后，我邀请咱大家做伙来读这个结语吼，请上帝的奥秘是安排好的。因为他的旨意要让众人同享他以前隐藏的目的，这奥秘就是照亮众人，借着使徒的职分，热切地将上帝丰富的恩惠向其他的人分享，广召别人，将上帝的丰富甲别人相交分享。搁一遍，甲咱感谢咱南门教会支持圣经学院的讲座。通过支持这教牧，也是信徒的培养，是一遍搁一遍将上帝的话语来实践，圣徒相通，做伙来主圣。圣经学院叫做新竹圣经学，简称竹圣。亲像台神台湾神学院、台南神学院简称南神，圣经学院简称竹圣。竹圣是伫新竹，但是搁较重要是建筑神圣。咱的教会伫后礼拜所做工是建筑。互别人看到上帝的神性，咱后各位所做工，无论是伫嘉义还是伫新竹，嘛是建筑神圣。互这个主圣的传统，是倚靠上帝，是通过咱尽力做工，嘛互是新竹的圣经学院得到祝福。愿上帝祝福咱所做，也通过咱的代祷，邀请咱兄弟姊妹，恁若有感动，为着圣经学院来关心奉献，在咱的周报顶悬有。最近咱嘛有迄种叫做来配吼。所以我嘛用来配在做奉献，人讲哇安尼，你嘛足有对着的流行吼，这就是咱教会伫即个时代嘛会当做工，你若拍开内底会当用信用卡嘛会当填写，所以重要是你的祈祷支持，互咱的教会阁继续做宣教的工、福音的工。邀请咱兄弟姊妹若有机会来到新竹，一定我入来圣经学院，互我有机会甲咱分享，咱会当圣道相通，做伙来。应验着上帝的丰富，搁一遍邀请，搁一遍的感谢，多谢牧师，多谢正当工的支持鼓励，真感谢。咱三甲做伙来祈祷。大人君耶稣基督，你的福音一代传接一代，阮伫即内底经验着上帝你的疼无所不在。主，阮感谢你，通过圣经伫阮的教会来分享，通过阮有力来做见证。无论阮南门教会兄弟姊妹，伫台湾或者伫世界逐个所在，
愿阮的脚踏的所在，就是将阮伫南门教会所实践福音的使命带到伫阮去的所在。祝福阮今日所领受的，也求主继续施恩赐福，保守阮通过你的话语，互阮会当成做福音的使者。阮为着阮所领受的，献上感恩，求主继续带领。祈祷恳求感谢，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多谢。感谢黄牧师互咱的勉励。大家来念圣诗第347首，圣诗第347首，主耶稣，我要倚靠你。请大家站起来。请坐。下面奉献，要拜托戴任宽执事甲美心执事。三甲起立来献奉献感谢的诗歌。请坐。
下面由我来简要来报告，记载伫咧周报的第3面。教会消息今日正欢迎新竹圣经学院的院长尹介明牧师代表新竹圣经学院来本堂敬道请安，请咱大家为着新竹圣经学院的事工来代祷甲奉献。礼拜了后，请兄弟留落来交易，也欢迎到地下室来做伙享用爱餐。第二，音乐会为着纪念2天前伫个美国加州尔湾教会的枪击案内底，勇敢牺牲性命救真侪人的郑达志医师，咱伫个下主日6月16下晡1点，也是郑医师55岁的生日的即天，伫个本堂要举办纪念音乐会，欢迎兄弟留落来参加。伫个周报的第6面甲第7面嘛有说明吼，请咱大家来过目。第三季个有定的事工，请咱各团契来筹备，将内容交互办公室。第四，主日学夏令营的筹备会，伫个即礼拜6月15下晡1点，伫个6楼来召开，且有关的同工会记来开会。团契消息，第拜3查经祈祷会，即礼拜要举办即个户外体验活动，9点45分要集合，10点要准时出发。请有兴趣参加的兄弟来甲郑玉谦班长来联络。第二，妇女团契6月22拜6下晡1点半，要伫本堂举行即个东区的联谊会，请咱姊妹踊跃来参加，会当陈秀玲执事咱的会长来报名。第三，双联团契因为后礼拜纪念音乐会的原因，所以要煞到搁过即礼拜6月23来举行6月份的例会，请双联团契兄弟来注意。遗体关怀，请咱参加来代祷吕时怀兄的妹妹吕时玲姊妹，伫个5月15号别世，享年76岁。告别式已经伫个6月15日举行。另外，咱本堂何中医长老的妈妈吴陈赛莲长老妈，嘛伫个5月29号安休主怀，享年91岁。昨已经伫个台南的圣化教会举行安休告别礼拜，请咱三教为着遗族来代祷关心。教界消息、甲代祷的事项，以及咱奉献的内容，请兄弟家己来过目吼。若有啥重大的所在，请咱办公室来跟进。张牧师有请。代表教会来多谢院长吼，今仔特别来代表迄个新的圣爱来甲因请安。咱还阁一届即个咱赞助的即个讲座吼，7月21嘛吼，22拜1甲拜2吼，望咱把握即个机会，第3届讲座会通要报名，请甲办公室讲一下吼，咱统一来报名第3次的讲座，望咱来参加。特别报告一个咱后礼拜即个较特别真感谢咱教会遮音乐的老师吼献乐组咱的献歌队咱要共同来纪念即个郑达志医师。其实毋是干那拄好迄天是伊的生日吼，搁较一个是后礼拜是美国的父亲节吼，
美国人第6月第3礼拜咧庆祝父亲节，我想伫即天啊，对于厝里人来讲，可能是真。如果若有机会因为咱有对外宣布，所以咱毋知影讲到底几个人会来啦吼。咱家己做咱主人，拜托咱大家斗招呼。咱7点就要开始，因为美国洛杉矶是拜六暗时10点，所以咱有直播可能一寡人直播会通直接看，你若袂当来，你也会通看直播。看定咱今仔日有一个彩排，希望一切拢真顺遂，也希望是忧伤的人得到安慰也活地人，咱得到迄个勇气我来介绍咱中间有几位今仔伫咱中间的吼先来介绍即个明峰兄伊的同事吼陈庭江吼陈先吼以前有的同事，欢迎伊招伊来甲咱做伙敬拜，感谢咱来介绍着即事的亲人吼巧平吼。陈巧平因夫妇因为台中来台车，做伙来迄个，多谢欢迎。毋知影佫需要我介绍的无？咱来行平安礼吼，来。加上个你来迎信息，伙伴你来继续来行平安礼。397首，愿主赐福保护你，临时刷车无使足度。
亲爱兄弟姊妹，咱有通过保罗所写，互以弗所教会批信，愿主的丰富甲咱三甲之地，亲像甲保罗三甲之地一样，咱做伙来领受上帝祝福。愿天父上帝永远不变的听，甲恁三甲之地。愿耶稣基督伫十字架所带出来活命，甲恁三甲之地。愿圣神的光照伫恁，甲恁三甲之地。愿三位一体上帝伊的丰富，甲咱众人三甲之地，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灭倒避讳。